台湾文学基地伫过年连假的上尾2天举办文学斗闹的市集，邀请无同款的创作者来到这个所在摆摊，要互民众体验到生活当中的文学。免一开啊，高水高起起的虎年红包就完成了。春节期间出外行搭，也当那些市啊，那体验文学。 有用光批带入香港异地创作，要用台湾民间团队成正概念进行的多文创作。文学很多人都觉得说文字是一个比较高的高度，很难去亲近，所以说我利用这个插图以及图文创作的方式，去让更多人可以了解说这个在地的这个精灵是怎么样去运作。 台湾文学基地伫年节尾2天举办文学市集，除了文学册本，也有多位文创等等的摊，用丰富多元的方式来产文学到老日。其实文学就是一种可以跨界的概念哈，它比方说它可以也用文化的图像的方式来做一个呈现。 那所以我们就邀请了很多不同的摊位，那也是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拉近让大家可以很轻易的去接近文学。8年前，这是文官聚会场合，即阵台湾文学基地也透过工作导览各种的活动参与，要来彰显当时艺文的体验风潮。记者苏晴曾派文台北报道。